輪嘅賽手出場啦。咁1號線道來自中國香港嘅徐子喬。Number 114 Chui Ziqiu from Hong Kong, China. 2號線道來自中國香港嘅林楚榮。Number 112 Lam Chowing Chusmiki from Hong Kong, China. 3號線道來自中國香港嘅黃希喬。Number 110 Wang Heiqiu Heidi from Hong Kong, China. 4號線道來自印度嘅 Arun Pratisha。Number 108 Ahul Pratishka from India. 最後5號線道來自中華台北嘅謝君山。Number 106 Xie Yunshan from Chinese Taipei. 以下如我哋有一位領頭人物登場。冇錯啊，就係啱啱上個星期嘅冠軍啦，徐子喬。新鮮出爐啊！徐子喬 B 華啦，咁啊介紹翻先，咁佢咧係我哋依家其中一個最出色嘅香港女運動員啦。咁但係佢點樣開始呢個運動咧？原來咧同佢又唔係細個，佢又唔係話係有啲咩特別原因而話邊緣跑嘅啫。今次嘅比賽咧，佢希望咧係可以入到 final 嚟嘅。加油啊 ！BJMF 冇錯啦，呢個咧都係啊 BJMF 啊，博進無悔咧都係徐子喬咧個座右銘嚟嘅。睇嚟呢個係我哋香港選手係呢個寶石界嘅選手一個共同語言嚟嘅喎，都係 BJNF， 即係大家都有同一個信念，就係博進無悔。Come on！頭先講到啦，香港咧有好多唔同嘅硬館嘅。頭先介紹咗九龍西嗰邊啦，依家咧就介紹翻九龍東嗰邊咯喎。咁九龍東嗰度咧有四間嘅。第一間就係 Older Man 太平磚，第二間就係 Project 太平磚，佢九龍灣其中一個。Project 喎。你聽講阿包你成日都去 Project 蒲嘅喎。比較近咯，而我第一次抱石都係 project 度發生嘅，的確係非常之大啦，同埋好 nice 嘅一個場地，有一個好正嘅地方咧可以食嘢，非常之中意大推。咁第三間咧就係咧新蒲崗嘅 Just Time 啦，同埋第四間係將軍澳嘅 Just Time。其實真係每區都有啊，因為咧，我覺得香港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好好去抱石，即係好好去發展抱石運動嘅地方。因為咧，其實咧較早之前啦，咁話說我去咗南非，咁南非 Cape Town 開普敦咧，咁大個地方，原來就係得一間硬館，而我都有去到玩咗2日，係啦，咁咧都相當之有趣嘅。咁佢嗰日咧有一日咧就係去，即係叫抱石啦，佢第2日咧就直情佢入邊有一個館內賽喎。去睇一個比賽，個氣氛咧非常之好。你講起館內賽咧，其實我哋除咗香港依家攤總主辦嗰啲公開賽之外咧，其實咧好多時啲館咧都有小型嘅館內賽。而我睇翻上網嘅資料咧，其實咧佢哋啲館內賽咧氣氛都係相當之好嘅。好似咧，我記得嗰陣時咧，近 Halloween 啊，其實大家都會推出啲唔同主題嘅一啲活動嘅喎。咁咧，所以咧，其實咧，香港其實好多人咧都好中意運動。我冇諗過咧，到而家簡直咧係熱情咧去蔓延到越嚟越多啊！簡直係。冇錯，我覺得香港啲抱石